位于台南市南区万年路的环保局清洁队，是原里地区民众错过粪扫车服务时段的去处，因为安全的考量，门口会进行车辆管制。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就讲，过年了后就无要开放倒粪扫。我是希望说，如果真的顾虑到安全，我们就全部车子在外面，然后还登记车牌，看有一个推车，让我们用推的进来。真的有听到声音就说过年后不开放。甚至我那一天再到门口来了，礼拜六他还是说今天放假期间，他真的让我再带回去。如果说你不让他丢的话，如果包括我们里长抓死猫死狗要丢的时候，难道也要限制我们进来吗？然后我们的死猫死狗要放到哪里去？所以我是希望说环保局能够通融。不止民众处理倒粪扫的困扰，里长也反映，因为常常临时要处理废弃物。若是拄到清洁队下班也是休困期间，就无法度等。为此，议员林美燕要求环保局到现场实地勘察沟通，鼓励安南区焚化炉对江边居民的机制，希望会当比较办理。未来如何去做好敦亲睦邻这个方案，一定要说清楚，卖有咱的客户来到家里时阵被拒绝，或者说假如说有时间性的限制的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就始终如一啦。机车就是一定拢会当入来啦，大车就是麻烦你停在外口，用徒步行入来。完全一定都是这样子做下去啦。所以过年后嘛是拢共款，拢共款。环保局强调，提供民众倒粪扫的措施并无改变，只是最近严格执行树叶废弃物的稽查，同时厂内有大型车处理非常危险。为着安全，部分管制也是会做。议员林美燕建议伫园区边仔提供一台粪扫车，也毋过因为兼顾安全和人力，也阁要再评估。台南新闻创怀采访报道。